荷兰人1620年来到台湾，先后发展2个城市，然后一个是在这个台江内海的东岸，一个是在台江内海的西岸。那他们最早要发展的，事实上是在台江内海东岸的这个赤坎地区，也就是我们后来这个府城。不过后来当时这个因为一些疾病啊，原住民还有日本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因素，让荷兰人他们就停止在赤坎这边发展市政。所以不久之后，反而是在安平那边，发展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热兰遮或者大园市政。赤坎这个地方一直要等到在164年代的末期，将近1650年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汉人的移民人呢越来越多，来这边从事屯垦啊等等，所以荷兰人觉得有必要，也觉得这样人其实可以再发展一个市政，所以就把过去本来已经这个废掉的计划重新再把它这个开始推动，所以也很快的就发展出这个所谓的普罗民遮市政。然后这个普罗民遮市政呢，它所留下的这些街道，那也就后来成为这个清代府城的最基本的格局。当时荷兰人他们在台南这边建立了2个市政，这个热兰遮跟普罗民遮，然后也在这2个地方也建造了这个所谓的堡垒或者城堡。在安平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堡，后来成为叫王城，是郑成功他们有好像是个王在里面，是被称为王城。然后在普罗民遮这边的堡垒，叫做普罗民遮堡，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它比较像是负责监控地方治安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小的堡垒。但是后来这个郑成功来台湾，整个正式这个政权，他们把整个重心就是从这个安平移到赤坎这边来，所以刚好这2座堡垒要塞，他们的角色刚好有点就是变得不一样。之前本来只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普罗民遮堡，但是到了这个东林政权正式政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这个当时的承天府的衙门，成为一个整个可以说是郑氏家族统治全岛的政治这个权力的核心所在地。后来在清代也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县署，所以台湾县，然后呢县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权力的中枢，所以可以说就是荷兰人就是无意留下一座小堡垒，但是后来在明政在清代，它都成为一个很重要治理台湾的一个权力中枢。后来因为发生了像朱一贵事件这些民变，然后这个由地方的这些力量当然也都觉得有必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城市的一个设施一个东西。像故宫现在有收藏了一份是当时一位叫做这个巡台的一个御史，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残季部，他当时就在1723年的时候就写了一份奏折给雍正皇帝，就说明这个地方台南这个地方它应该有城墙啊，应该各式各样的理由哈。那后来这个雍正皇帝他就上面有他的朱批就准许了。最早呢，那个周宗宣台湾县的知县啊，周宗宣他首创这个木栅城，那就是用木板啊把它们那个隔起来。到了蒋元枢来了以后呢，再慢慢把它加强，种竹子，一层一层防卫。这张图呢是乾隆40年台湾知府蒋元枢啊上任之后这个画的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他就是说他怎么样去重建台湾府的府城啊，你们可以看得到，这边三面都是种竹子还有木板，然后西面靠海这边呢，因为就是地质比较疏松，所以他们没有在做这些这个筑墙的这个工作。那虽然说有一个大西门呢，可是呢两边是空荡荡的。赤竹呢，它其实是一种在民间比较容易取得的一种
建材，然后这种建材它就是能够布满很多的竹杆。这个竹杆基部它又会长出很多刺刺的小枝条，那所以在跨越这个城门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刺竹一直都是在区域防御的攻势中，是民间就地取材的最佳选择。大门门定型在乾隆41年1776蒋元枢大修之时，这个连同城座大约高达8公尺多。这个半月形的墙上再开一门，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宁南门。道光15年1835，在城门另外再筑这个半月形的外郭，所以这个城墙我们称之为瓮城，这是非常少数旧城形制的唯一留存。而这个瓮城其实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这个半圆形这个护门小城。这里是大台南碑林，这是清代非常重要的碑学记录，有关于公告或者是重要的公布布达，他们都会把它刻在石碑上面。这座清乾隆55年1790年的改建台湾府城碑记，是记录府城由竹栅为原而改筑土城，由当时候台湾府知府杨廷礼他立碑。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黄青，还有就是立体的龙纹，还有在四边这个地方，其实它有非常精美的边框花雕，这是大南门碑最具指标性的石碑。其实我们早期社会本来就是像有一些无赖啊，有一些流氓或者是一些乞丐，他们就会在市集啊或是庙宇游走。那当一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期待有人可以给他更多的东西，或者是他有可能就会是跟摊贩啊耍无赖要一些钱的意思。好，在大南门外这边有一个叫做菜市仔埔，所以呢，当时候就明文的规定说，在庙旁重新设立的这个市场。那凡是来这个地方卖青菜的人，每挑一担菜，就必须要自愿缴交4文钱、4文铜钱，作为尊王庙的香油钱。这块碑就是为了要公告这些规定，希望大家能够共同遵守，是早期大家维护治安的一种公信力。这里是大东门，所有城门中最早兴建的就是大东门。从这个方向望过去呢，其实就是日升东方，有迎接东方祥瑞之气的意思。那么各位从这个地方进城之后呢，我们看到城门就是东安门。各位在这一条路，这一条进城的东门大街，各位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候这一条大街就是清代市集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交易非常热络的地方。东门城的基座、大南门的基座，基本上呢都是在就是台湾知府杨廷礼当时候建成完成就已经形成的基底。但是呢，在基座上方其实都是以仿古式的方式，以旧修新，好，就是以旧还原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候台南市政府在1975年修建城楼时，把大东门依原来的外貌形式重建，窗的造型多变化，有书卷、扇形、方形、八角形，还有各位可以看到传统的红柱白墙古风闽南建筑的城瓦燕尾屋脊。现在大家看到的迎春门其实是内城门额，从城里面往出城的这个方向，在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边春牛。古代社会官员他们在立春，然后正式要迎春的仪式的时候，因为经过了冬季，其实有休耕，还有其实牛也已经休息过了一季，然后呢，他们想要用一种边春牛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开始唤醒大家的劳动力。所以呢，这个边春牛的仪式的核心精神，其实是想要模拟盲神鞭打的动作，有开启播种农耕、期待丰收的意义。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守城兵役勒索四进非祭，就是在出城还有进城的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些守卫的这个兵士呢，他们都会就是看到有来往的商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作做勒索。所以呢，当时候在道光28年1848，这时候呢，就是会有2位示进者，他是台湾总兵叶长春，还有台湾兵备道徐宗道。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2人会衔。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公告，然后呢，就特别把2个人的名字标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标示的是指说这个农商富贩，来来往往的车牛来往都不许兵役来勒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昭示当时候清代就已经对于民间的这些规矩啊，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这里是对月门，属于台湾府城这些城门外郭城的其中之一。对月门是道光15年1835所增建，这边是以在地的石材、红砖还有老古石大家所建造。各位来到对月门，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古迹，串接了信义街，可以让来来往往的车可以进出。府城筑城之后，成为清代台湾南部的镇军中枢。城墙高耸，四门坚固，东西南北各有守备驻防。城外设有炮台、壕沟与营寨，城内则驻有绿营兵丁与镇属官府，军阵并重，井栏有序。整座城如同一道严密完整的防御网，稳固城内的安定。军事的部分呢，在这边，这个是台湾总兵的那个办公室，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这边很多那个营房啊，譬如说这是右营署，这城守署，这左营署，甚至呢这边啊，这中营署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呢一些军事要地。而随着府城的兴起，商业活动也日渐蓬勃。在普罗民遮城东侧，5条港水道蜿蜒穿城而入，船舶来往频繁，货物流转不息，也逐渐形成一张绵密的水陆商业网络，孕育出无尽的繁华。城中心的十字大街是当时商业活动与交通往来的命脉，也是府城最重要的东西向主轴，自大东门贯穿至大西门，与南起大南门、北至小北门的南北向道交汇，构成一个热络繁华的街市核心。此街道及今日的民权路，作为府城街区的骨干，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市井繁华的起点与延续。在这些城墙建设修筑完成之后，在同治13年1874，沈葆桢对这些城墙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筑工程。到1895，日本进入了日治时代之后，他们是引入西方都市计划的概念，城垣就直接毫无保留的拆除掉。所以呢，台湾府城是台湾历史上清朝的台湾府府城，到台湾日治时期1917遭拆除。当初为守护而筑的城墙，随着时代的推移，
终究难抵挡变迁。从清代层层竹房，到日治时期陆续拆除，城墙虽多数已经消逝，城市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如今300年的府城故事，正因为民间力量的投入与努力，再度被唤醒与传承。大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小北门、外城门有，对月门、拱贤门、电窟门、东宫门、仁和门，还有永康门。碎啦！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这一座台湾府城，台湾最重要的一座那个清朝时候的一个城池，做一些历史上面的见证，或者是我们再来思考对于城市发展上面的一些想法啊。1725年建成的时候，正如刚刚我们婉玲理事长所讲到的，那个是民间倡议的开始哈，大家要来发起要来建城。后来建成的时候是公司一起协力，大家就会把这个城起起来哦。我们不是只有这个城围起来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城外的一个关系是如何哦。比如说，咱的米价的米。咱要出口的米，一定爱城外来供应，哦，就是咱为新市出去，吼，这城外，哦，一直到我们江南平原中心，吼，这城外来供应这个米。咱的糖是为倒位？为东区，为大东门城，为大北门这边才出去，一直到桂林，哦，才蔗糖的迄个所在来供应。咱的鱼啊，要为对来？为南区，为鱼球啊，由园林这边才来，哦。所以咱迄个水漂湾那遐有一个迄个名称叫做鱼巷口，哦，城内甲城外吼，咱的生活哦，那互相交流的一个结果哈。这也是凸显说，其实我们在谈台南的旧城、府城、建城，其实它不是一个框在一起的概念，它其实比较是向外走，哦，然后去跟。不只是过去的城外，现在的整个台南的市区，其实它也跟台湾其他的城之间的一个连，甚至跟国际之间。我们过去有什么前守护台湾啊？它其实是一个面向一般大众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希望说在2025年的时候5月9号那一天，就是在建成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的来源是主要是过去1725年的时候下诏书建成的那个时间点哦。那我们希望用那一天来一个整个是一个市民的活动哦，这个围城。那除了这个围城以外，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能够促成5月9号变成台南的一个府城的纪念日。5九围城不告慰，5九围城不告慰，5九围城我在台南一周，5九围城不告慰。这个城墙的建立其实有很大的意义哈，因为它不仅是由上而下的一个命令，好，或者说一个皇帝的恩准，哈，它也反映一种由下而上的一种力量，哈，民间上的需要，哈，所以后来这个整个府城建成的过程中，事实上也都是由地方的这些力量啊，出钱出力等等，让这个城市被修建起来。一个城市要能够建造城墙，通常就是这个城市的自主性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哈，因为城墙保护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里面的居民。好，其实府城的城墙一定有点类似的一些意义在。好，它代表一种城市的主体性。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城市的人，也就代表的不管是象征上或者实质上，让这个城市它更像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共同体。所以我们在过程就是确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找到愿意加进来的组织或团体，甚至于比如学校，然后宗教团体或社区，那比如说学校有学校认为，如果对这个旧城小朋友师生对这个事情认知，他可以延伸，可以对学校的教育也好，或者他是扮演角色，然后社区
庙宇，其实好像似乎就会，他们也会有个机会去想，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一份子，怎么去扮演我们在未来的角色。今年我们就是做城门的意象，然后让他们小孩子在街区里面收集街区的声音，然后从这些声音去发想对于现在这个环境他们面对到的生活议题，然后从这些生活议题再去做他们未来想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生活中的问题，跟他对于这些议题的感知这样子。那所以今年刚好又遇到古都的基金会，他们跟我们就是接洽合作，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搭配学生的毕业策展，让他们对于府城300这个议题更加的深刻。辽境啊吼，辽境吼办理这个府城王孙社祭，府城王孙社祭就是讲经由这4个城门啊吼，来辽境按东门城、甲南门城、甲西门城、甲北门城，整个安尼拢总有12.7公里，来借由这个活动来互民众知影城的位置伫倒。因为较早的辽境通常真正毋捌按4个城市来过啊。咱遮有实体的城，就是东门城甲南门城，无实体的，就是一定徛住啊，就是西门城甲北门城。因为西门城甲北门城，足侪人毋知影西门城甲北门城的位置伫倒，只有辽境来互民众知影。这是这路观地图的这封面吼，也当看到讲这种风格吼，就是有这台湾古早迄种感觉，但是伊嘛有一寡版画的这种元素伫内面，嘛有日本时代这种设计感觉，所以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足侪文化拢来遮南做伙，最后拢变成台湾制作啦吼，所以你看这地图的封面，伊就有一个七爷碑啊，足古锥，后壁有即摆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府城建城300栋，有一个城门，一只这是大东门，后壁代表城内有消防爷伫遮保守大家，保守这个城市这个概念吼，一摆拢伫这张地图内面会当看会出来，那安尼你就知影讲原来咱这个消防庙。和这个城的关系是安怎？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城市其实不只是守城，我们以在地的元素不断的与国际化做接轨，其实激发出有更多的创意。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见往知来嘛，我们要知道以前的发生过哪些事情，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有办法来前瞻未来。每年他在一个透过民间主动的参与，然后市府能够支持协助一起办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应该是每一年都会一直提醒说，我们其实这个城市有没有更好，我们对未来想法的想象是什么，然后政府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的各种倡议跟愿望有没有办法透过大家的一起讨论。整个过去城墙在当初建的时候是一个保护城里面的人，然后现在城墙虽然不见，大部分拆掉了，那可是对一个城市，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所在这边怎么能够安居的一个思考是什么？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纯粹庆祝，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对未来城市愿望的某一种另外一个起点啊。300年前，城墙的建立不只是政令推动，更仰赖民间的实践与投入。300年后，在地团体发挥力量，承载历史，开创未来，以行动
持续为城市注入新的能量。从开机到传承，府城的故事不只是刻在城墙上，更要连接过去与未来，带着这座城市持续前行。